婚前男方付首付买房，登记在自己名下，婚后夫妻共同还贷，离婚时房子归谁？对方能分多少钱？答案是房子归登记方，但要对另一方进行折价补偿。第一步，房屋归谁？根据民法典司法解释第78条明确规定，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登记一方，也就是说，房子优先归首付出资方。第二步，未还贷款归谁？未还清的贷款是登记方的个人债务，由登记方继续偿还。第三步，对方能分多少钱？婚后以夫妻共同财产还贷的本金和对应的财产增值部分，另一方原则上可以获得一半的折价款。那么注意，婚后工资收入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以哪怕婚后是登记方用自己的工资在还贷，另一方没有直接出钱，那么另一方依然有权分得相应的房屋折价款，因为婚后工资已经是共同财产了，用共同财产还贷，另一半当然有份。具体计算公式一般是折价款等于婚后共同还贷本息总额加对应的增值部分除以2。一句话总结，房子归首付出资方，但婚后一起还贷的增值部分，对方有权分一半。我是黄律师，更多问题欢迎咨询。点赞关注哦。